進廣播地帶。大家好，我係 PA 兩圖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圖書。呢本圖書叫做《負責任的故事》。呢本書有3個小故事，我最中意嘅故事就係貪水的豬小弟。呢個故事講嘅係豬大大同屋企人去野餐，到咗河邊之後，佢哋開始分配工作。豬爸爸負責執木材，豬媽媽負責煮菜，豬大大就負責煮飯。豬大大見咗好多時間，就決定瞓一陣先。於是佢就喺草地上瞓着咗。等佢醒返嘅時候，已經係夜晚啦，趕唔切煮飯，最後令到大家都冇得食。經過呢次教訓，豬大大明白做事要負責任。呢個故事令我反思到，雖然每人分配嘅任務唔同，但其實都一樣重要㗎。我哋要齊心合力做好自己嘅工作，先至可以一齊完成事情。最後歡迎大家一齊去圖書館，一齊睇書，一齊做個負責任啲人啦。